新竹的绿福村内面的动物园吸引真侪游客去行搭，不过因引进的麒麟鹿，伫10年以来就甲8只饲甲死去。今日动保团体就召开记者会，因反对绿福村搁再向外国引进麒麟鹿。将手机放伫麒麟鹿布丁妹的位上头前堆书，新竹绿福村园区内底麒麟鹿布丁妹今年正月就爬过身，敢若15岁。动物保护团体指控绿福村管理失当，10档以来有8只麒麟鹿饲甲死去，大部分拢活无10岁。它和其他的长颈鹿其实都一直患有一个叫做年转胃虫症。这个寄生虫呢，它们长期耗损所有长颈鹿的健康。导致他们必须不断的服用各种的抗生素、驱虫药来治疗。长颈鹿只要小于10岁就死亡，都算是非常短命的。然后，更何况长颈鹿的平均寿命其实可以高达27岁。动保团体表示，园区内底真侪所在伤矮，环境佫歹，无法度满足侪动物的需求，而且佫有互游客付钱饲动物的体验活动，违反动物的癖性。去年绿福村佫再提出引进3只麒麟鹿的申请，动保团体即马要求政府驳回，嘛要求检讨引进动物的流程。新竹县政府就已经启动了动物展演现场的一个营运计划的审查，因为会涉及到它的饲养场所到底适不适合再引进新的动物，它也有做现场的会勘。那包括对于动物运输，也要求业者要提出完整的一个动物运输计划。针对指控绿福村无提出回应，动保团体批评，因为恶质的居住环境，真侪动物已经出现异常的行为，但是绿福村佫伫有限的空间之下，继续引进生态动物，地处环境愈来愈歹，若是无改善就引进，会造成佫较侪悲剧。记者滚滚丢军号张有水，新竹台北报道。